7月8日下午約2點半，警方接獲報案，指喺香港理工大學有人懷疑出示虛假文書。警員到場後，經初步調查，以涉嫌行使虛假文書拘捕1名22歲男子。案件交由油尖警區刑事調查隊第4隊跟進。據了解，被捕男子係內地人，持香港身份證，現時報稱無業。佢曾喺2022年入讀理大電力工程學位，但因表現欠佳，喺2025年5月被要求退學。7月8日下午，佢返到理大，向職員提交一份虛假單頁證明書同2份虛假成績表。職員檢查後，發現文件日期為2026年7月15日，且冇校方水印，成績亦高過學校紀錄，於是報案。目前被捕男子正被扣留調查。理工大學表示，事件已交由警方跟進，校方現階段不宜評論。